以下方程式亦可以使用離子反應式表示，例如置換反應和其他一些反應，銅金屬和硝酸銀水溶液的置換反應。書寫離子反應式的步驟。步驟1：決定哪種物質以流動離子的形式存在，把它們的化學式重寫成個別的陽離子和陰離子。注意，硝酸根離子在反應式的兩邊同時出現，並沒有改變，表示它們實際上是沒有參與反應，稱為旁觀離子，故可以把它們刪略去。步驟2：刪掉沒有參與反應的離子，最後重寫反應式，再檢查反應式左右兩邊的電荷是否相同，得出離子化學反應方程式。化學反應方程式中間的單箭號是表示反應只可單向進行，反應是完全由左至右的，這種反應稱為不可逆反應。在特定的反應條件下，反應是可逆轉的，受到環境的變化，例如某個壓力、不同的濃度、pH 值和溫度。可以用兩個指向相反方向的半箭號組成一個雙箭號，表示可逆反應。這表示反應可以由左或右任何一方開始。氮氣與氫氣產生反應生成氨，這是一個可逆反應，並從雙箭號顯示出這化學反應是可逆反應。因此用兩個相反方向的半箭號表示反應是可逆的。